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大理有民众来投诉，讲当地一间药局趁喙暗欠货工起价，这个儿童的喙暗一盒工卖到700块。消保官讲，民众只要感觉计数无合理，会当甲收据甲喙暗的牌子留落来，政府会介入来调查。我前2天来买的时候，你们有卖贵。这个小姐摕这个儿童喙暗到药局，讲要退差价。我是想要退差价。 不用，我直接退全额给你。药局人讲全部要提伊，要将这个喙暗收回来，两人伫遐冤家。小姐佫讲，这个药局员工有3摆要抢伊的喙暗。口罩外面都买不到啦，你买那么多，你留给有需要的人好不好？两人愈冤愈严重，警察拢上门来处理啊。投诉的这个小姐讲，当时伊买13包的儿童喙暗，1包60块。伊讲印象内面1包应该是卖50块。认为讲这个药局是趁大家拢需要喙暗的时起价。小朋友的3D 口罩，那个单价就会比较高。那我们是让民众自由去选择他要的价格跟品相，他不去拿平价的，他去拿高价的。 然后你回来，你要跟我退差价，这个没有道理。我们没有去抢他的口罩。药局讲无黑白卖，台中市消保官表示讲，民众闹这个疑问会使检举。对，如果说它的价格明显偏离市场行情太多，那消费者麻烦您把那个收据，好，或者是以及那个什么相关口罩的厂牌名称提供给政府机关，我们去了解看看，因为不见得必然有哄抬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查。 四家拢买无喙暗，中华这间药妆店无货啊！一直有民众上门来问喙暗的代志，归去放录音的互人客听。亲爱的顾客您好，今日没有进货。台中某超商安尼做。谢谢大家。消保官呼吁讲，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生意人若是黑白起防疫物资的计销，将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，上悬会使处7年的有期徒刑。